情花之漁村女第一集。金妮喺漁村長大，佢自細就習慣咗貧窮擠迫嘅環境。佢有6兄弟姊妹，連埋佢爸爸媽媽剛啱一家8口。每一次當佢爸爸出海嘅時候，喺預定嘅時間仲未翻屋企，佢媽媽就焦躁不安咁企喺個門口嗰度，不停咁向遠處嘅村口度望，驚到佢爸爸有咩不測。對於死亡喺佢呢條村嚟講，已經絕對唔係陌生嘅。整條村嘅漁民大多數都係出海攞魚，一去幾個星期，遇上風浪當然係難免嘅呢。而且佢哋為咗捕獲某啲珍貴嘅海產，就非要潛落海底不可啦。咁樣一來危險性係更大。每次當漁船出咗事翻嚟，一群人就湧去海邊嗰度睇，大家都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內心怕到要死，不停喺度祈禱，希望唔係佢爸爸。呢一次隔籬個楊根為咗落水底攞海產失咗蹤，佢哋留夜講俾阿根嫂知呢件事，直到而今佢仲記得當陣時根嫂喊得好厲害。楊根冇咩留低，即係留低4個仔女俾佢。咁你想下，我哋總係幸運，因為我哋就算係窮，最低限度總係一家團聚啊。不過喺阿金利懂得自己打算之後，佢就決定離開呢條漁村啊。當時佢只得16歲，有日佢就將佢嘅心願講俾佢好朋友阿蓮知。阿蓮瞪大雙眼望住佢，你黐線咩？我真係明白啦，你點解要背棄你自己嘅人？我唔係背棄佢哋，但係呢幾年來，我睇到嗰啲年紀比我哋大嘅女仔一早結咗婚，每日就喺度擔心會變成一個年輕寡婦，仲要湊住1、2個仔女，唔使2、3年時間就完全失去咗佢所有嘅青春氣息啦。啊，所以你睇到佢哋你就怕係嘛？唔止我啊，阿蓮，你都要同埋我一齊離開嘅漁村。我永遠唔會離開呢度嘅。點解呢？我怕外邊嘅世界。我聽人講得多啦，外邊到處都鹹正，唔似呢度咁淳樸，而且能夠喺外邊生存亦都成問題。我哋生於斯長於斯，亦都應該死於斯。我諗你都係仔細考慮清楚啲好啊，金妮。金妮實在睇唔出好似阿蓮咁聰明美麗嘅女仔，居然甘心喺呢條漁村度過一世。金妮嘅家庭都算開通，佢父母肯俾佢讀書，但係中學仲未曾畢業。阿蓮就冇讀書啦，佢嫁咗俾阿祖。阿祖係一個貨車司機，經常入條漁村嗰度將啲魚運出市場。佢睇到阿蓮嘅一切，更令到佢加深離開漁村嘅決心。佢一定要離開，過自己希望嘅生活。佢將個心願講俾佢媽媽聽，佢媽媽背轉佢，望住遠處嘅漁港喺度沉思。然後過咗一陣，佢擸個頭望咗金妮。阿妮，我一直喺度等我其中一個女對我講出呢句咁嘅說話。雖然我唔知道你有幾大決心，但我會盡能力幫忙你嘅。媽，你真係明白是你啦。你2個阿哥已經跟你阿爸喺個漁船嗰度工作，成家人都出海攞魚，有咩出息啊？我真係希望屋企能夠有個成員跳出呢個樊籠就好啦。媽，等我中學畢業之後，我一定離開漁村，出外邊闖下世界嘅。咁就好啦。剛才一節梁頌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漁村女》第1集，今日播送完畢，再
可情花之吳村女。第2集。金利有咗離開漁村嘅決心之後，佢就利用課餘嘅時間喺村口嗰間咖啡室度工作，連埋佢媽媽喺屋企省吃儉用儲得嚟嘅錢，已經有一筆相當可觀嘅儲蓄啦。中學畢業嗰日就係佢離開漁村嘅一日啦。嗰日一早，佢爸爸媽媽送到佢車站，佢知道佢媽媽感到非常之驕傲，面上一直露出笑容。爸爸鼓勵佢，輕輕拍下佢膊頭：乖女，你去到之後即刻寫信翻屋企啊，免得我哋掛念啊。知道阿爸、阿媽，你哋保重啊！啊，再見啦，再見，再見啦，爸爸。當金利上咗巴士之後，佢然後整起佢爸爸根本就唔識字嘅，寫信俾佢都係冇用。喺佢哋嗰個年代，漁民根本就唔重視教育。金利望出窗外冇幾遠嘅漁港，見到晨曦嘅白霧籠罩住呢個污糟邋遢嘅海面，一陣清風吹過嚟，聞到陣陣魚腥嘅味，一間間簡陋嘅屋起埋一執，所有一切都令到金利覺得討厭。從今以後都會成為永別嘅啦。佢喺著名嘅旅遊區海灘嗰度落咗車，陽光燦爛，將海灘照得一片金黃。佢希望以後嘅機會亦都金黃一片。喺旅遊區角落嗰度有間舊樓，佢揾咗間房住落，決定聽日一早就去揾工作啦。佢雖然非常天真，以為一揾就揾到工作，但係事實的確係夠運，差不多即刻就俾佢喺一間一流嘅髮型屋嗰度揾到工作，亦都可以講得係夠運又僥倖。碰啱髮型屋有個洗頭女服務員同個老闆嘈起嚟，一走了之。而嗰日啱啱就係星期六，整個星期最忙嘅一日，成間鋪頭塞滿晒等到唔耐煩嘅顧客，老闆而得極揾多個人嚟幫手呢。哦，你想嚟揾工作啦？係啊，請你關照下啦。嗱，呢件制服你拎去後邊嗰度換咗佢，即刻開工。如果你今日應付得嚟呢，咁我就錄用你啊！我一定做得嚟嘅。你唔好以為同人洗頭好容易喎，千祈唔好將啲番梘泡整親條頸度啊，唔好醃親嚟隻眼啊！我知道啦，我會小心嘅。嗯。阿老闆啊，咩啊？今日新嚟呢個洗頭服務員真係好嘢。點好嘢法呢？我做咗咁耐髮型師啊，都未見過一個洗頭服務員咁小心嘅，將嗰啲番梘我洗得乾乾淨淨，人人都讚佢好嘢啊！真嘅？唉，服務態度非常之好。好，咁你啊？咩老闆？師傅都讚你好嘢，咁我一於錄用你。啊，多謝老闆。咁樣唔使幾耐，金利已經有能力搬屋啦。佢喺間車房嘅樓上揾到個小單位，一廳一房，面積雖然細細地啊，總算係自己一家。佢將間屋油上白乳膠漆，所有嘅布置都係用白色做主色，因為佢喺漁村見到白色嘅機會唔係幾多，佢最喜歡呢個顏色。剛啱20歲，金利已經升為髮型師嘅職位，佢個夢想開始實現。佢學會咗跳舞，衣櫃塞滿晒時裝，佢甚至將頭髮染上顏色，追上最新嘅潮流。佢買咗個焗爐，學會煮法國菜，又參加瑜伽術。佢嘅生活圈子越嚟越廣闊。佢對自己話：我必須要趁住年青，豐富自己嘅生命。佢唔係冇朋友，不過始終冇遇上一個知心人。冇錯，佢喺嗰度認識唔少男人。每當佢一個人喺海灘發悶嘅時候，嗰班男人都自動走過嚟兜搭佢。不過唔使幾耐，金利就發現佢哋已經結咗婚，對佢抱作係玩樂嘅性質。到頭來，佢寧願自己一個人。金利絕對唔肯跟嗰啲有婦之夫鬼混。佢哋嘅兄弟姊妹雖然多，但係媽媽對佢絕對唔疏忽。喺嚴厲管教之下，佢懂得唔應該亂咁向人放縱自己嘅感情，因此佢只能夠內心焦急，希望理想嘅人會及時出現。亦都因此，當佢發現徐偉嘅時候，就好似發現咗奇蹟一樣啦。
剛才一節梁宋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二千里》第二集經已播送完畢，再會。愛果情花之漁村女》。第三集。喺漁村嘅時候，徐偉已經係金利嘅偶像。徐偉生得高大結實，膊頭又闊，經常同一班人打足球。徐偉當陣時就冇注意金利，不過佢就經常去徐偉屋企，因為徐偉個妹阿蓮就係佢個好朋友嚟。呢一日，金利喺海灘嗰度就遇上咗徐偉，佢真係有啲茫然嘅感覺。喺阿蓮嘅信中，佢知道阿徐偉喺1年多前已經離開咗漁村，轉行去做建築。至於到底去咗邊度，阿蓮封信就冇講。咁而家喺海灘嗰度曬太陽，喺有節奏嘅波浪聲中，差啲佢就瞓着咗。點知忽然間有個男人將啲沙踢喺佢嘅身上，佢嬲起嚟企身。喂，你算係點啊？對唔住小姐。吓，你你咪金利？啊，徐偉，係你啊？哦，原來你真係金利啊？係啊，點解喺呢度見到你嘅？係啊，我轉行做建築啊嘛，我做咗好多年啦。最近公司發展一項新嘅工程，就派我嚟呢度。呢個世界真係細小，細緻得太奇妙啦！估唔到喺呢度見到你喎。係咯。我哋仲有一嚿咧，不如就今晚啊？好嘅㗎。嗱，今晚7點鐘我接你，然後我哋去食晚飯啊。好啊。咁你特別着住一件新嘅衫裙，喺海灘附近餐廳去食晚飯，然後再去打保齡。當徐偉送佢翻屋企嘅時候，咁你係故意將腳步拖慢嚟行，佢想阿徐偉同佢嚟一個吻別，但係徐偉只係佢面珠嗰度輕輕拍咗一下，就好似哥哥對待妹妹一樣。嗱，咁嚟，我哋以後再通電話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咁樣一等，等咗3日，佢哋約好咗喺呢個周末一齊游水。呢個實在係充滿歡樂嘅一日。夜晚，金利特地喺屋企度煮一餐法國菜請佢食，真係好味道。嫲嫲姐，你邊度學會咗整咁好嘅餸啊？我想烹飪班嘅，而家我最大嗜好就係烹飪。嗱，我咁同你輸到，你至今都唔會忘記嗰次喺漁村整嗰啲海鮮雜碎湯。講起嚟真係好笑咧！當陣時我只不過係12歲，一班細路哥趁爸爸媽媽唔喺屋企嘅時候，就喺廚房度搞震。我哋將喺海邊捉翻嚟嗰啲蟛蜞啊、啲蜆啊咁嚟煲喎。我呢就做廚師啊，煲咗一大鑊湯，嗰啲味道又鹹又腥又多沙，到頭來大家飲2啖就倒鬼晒佢啦。係咪咧？所以我話你梗記得，梗記得啦！嗰陣時你一班人都笑我，話我整啲咁嘅湯，搞到我冇面目見人啦。我真係好笑。係呢，徐偉啊，點解你又離開屋企啊？唉，講起嚟就長篇。一節梁宋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漁村女》第3集機播送完畢，再會。
漁村女第4集。點解你又離開漁村呢？全偉，我想轉換下環境，想與眾不同，唔想做翻我阿爸嗰行。不過當陣時我太過年輕，我以為可以放眼世界，尋找自我。其實喺漁村嘅時候，我嘅前途亦都唔錯嘅。我喺一手設備相當現代化嘅漁船工作，受船主賞識。不過呢隻船嘅船長就係我阿叔嚟，有阿叔提攜都唔係唔好嘅。聽你咁講，好似後悔離開咁喎。唔係，不過我離開之後呢，學咗好多嘢，令到我睇到呢件事嘅另外一面。一直以來，我覺得我阿爸係一個不求改進嘅寄生蟲，但係如今肯定呢種睇法啱啱相反。我阿爸係我所認識嘅人之中最有獨立性，就算佢而家有病，佢仍然要同海洋對抗。佢征服咗海洋，金利並唔係海洋征服佢啊！金利啊，唔好講咁多字啦，我哋開去海灘嗰度游下水先啦。好啊。又到咗周末，佢哋相約去夜總會度跳舞，一直到深夜2點鐘，然後佢哋到海灘嗰度散步。金利有一種夢幻咁嘅感覺，亦都有一種渴望，因為徐偉從來未對佢有過任何表示，亦都從來未吻過佢。但係一晚喺清涼海風吹拂之下，喺星光月下，佢感到徐偉愛上咗佢，好似有啲暗示咁樣。徐偉攬住佢條腰，金利個頭挨喺徐偉嘅膊頭嗰度。金利，我愛你，就係咁簡單。我希望你同我結婚。假如你唔反對嘅話，我即刻同你結婚。但係徐偉，你從來未吻過我喎。係啊，咁我而家可以補翻數啦。以後幾個星期就好似旋風過得咁快，有好多事等住佢哋做，揾新居啦，辦嫁衣啦，將徐偉啲西裝拎去洗衣鋪度乾洗呢。佢哋唔打算將婚禮鋪張，但係亦都唔想太過馬虎，因為呢啲畢竟係人生大事。佢哋喺一間小教堂結婚，當徐偉面對牧師講出我願意3個字嘅時候，嗰雙眼充滿情意，而金利亦都係一樣。佢哋漁村屋企冇裝電話嘅，所以只能拍一個電報通知佢哋家人。金利可以想象得到，當佢父母得到佢哋結婚嘅消息時候，一定好驚喜啦。呢2個離開漁村嘅人，竟然喺外邊嘅世界遇上咗，而且結婚，真係可以講得天緣巧合啦。金利感到自傲，因為如今佢同徐偉已經完全擺脫咗漁村嘅生活，佢哋喺外邊已經創出新天地，過全新嘅生活。而佢哋下一代亦都將會永遠同呢一種討厭漁村嘅生活絕緣。佢哋嘅努力已經得到結果啦。剛才一節梁素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漁村女》第4集經已播送完畢，再會。漁村女》第5集。
利同徐偉結婚之後，攞到假期，佢哋大家一齊翻鄉下探親。金利已經冇見佢爸爸媽媽同佢家人好一段時期。當佢哋駕汽車遠遠睇到漁村影嘅時候，佢哋嘅內心都禁不住有啲興奮。金利個媽媽同佢妹妹開心到攬埋一嚿，佢爸爸同哥哥就好熱情咁拍下徐偉個膊頭。媽媽特別做咗啲家鄉小菜俾佢哋食，不停咁問佢哋翻屋企嘅感想。漁村嘅一切同金利離開嘅時候都冇幾大分別。假如要將佢同西中灘旅遊區嚟相比嘅話呢，簡直就係天堂同地獄。但係佢就唔忍將呢一種感受講俾佢媽媽聽。喺空氣中不時傳來魚乾嘅腥喝味，但係最令到金利難過嘅，仲係見到阿徐偉嘅爸爸徐伯。阿徐伯病得好嚴重。徐伯，你點啊？而家我冇作用啦，老啦。唉，以前我就未落過水底下邊，好耐都唔翻上嚟都得。而家唔得啦，我人老啊冇用啦。徐嬸，徐伯到底咩病啊？呢佢以前呢就成日未落個水底嗰度揾食噶嘛，咁啊染上咗慢性潛水病，個肺部機能啊漸漸就衰弱啊。咁醫生點話？唉，佢個病就越嚟越嚴重，我哋都已經盡咗人事噶啦。唔使難過嘅，吉人天相啦。阿偉啊，我今日去探過你個妹阿蓮，佢嫁咗阿祖，阿祖而家冇揸車啦，轉行去漁船嗰度工作。阿蓮變得好緊要啊，佢已經有3個細佬哥，已經冇往日嗰種青春活力，佢比以前肥咗。但係憔悴得多啦，佢3個仔女非常之活潑，但係我個內心感覺到好難過。阿蓮自細就過慣呢種生活噶啦。我記得當陣時，我叫埋佢離開漁村，佢又唔去，其實可以同埋我一齊離開嘅。佢根本就唔知道外邊嘅世界。我真係從來都唔會諗到會翻嚟。我就唔同啦，我喜歡呢度山水，海邊一片綠油油，山崗林木青翠，幾好。喂，我以為呢啲不過係你懷舊啫，你懷念過往童年嘅生活。我哋喺外邊既然有安定嘅生活，過起一切根本就唔值得懷念。安定？邊個話安定？我而家聽到同事講啊，話建築公司就嚟破產，有啲朋友最近接到公司裁員嘅通知添。我都唔知我工作嘅地盤幾時停工添？咁呢層你又唔使擔心，就算你冇嘢做，我都有工作啦。我哋暫時仍然可以以我嘅入息嚟維持嘅。我係男人，我唔能夠靠老婆嘅入息嚟維持個家嘅。剛才一節梁宋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漁村女》第5集機播送完畢，再會。情花之漁村女》第6集。幾個月之後，徐偉終於失業，佢並冇揾到工作做。呢幾個星期以嚟，
徐偉去過好多間建築公司度問過，但係到處都話唔需要人手，有足夠嘅工人。咁日復一日過去，金利睇到佢頹喪嘅神情越嚟越深，嗰啲烈酒係一杯一杯咁飲，一直至到阿蓮來信嗰日嗰晚，金利放工翻屋企嘅時候，見到徐偉神情非常之興奮，充滿笑容，屋企睇唔到有酒樽，甚至佢入廚房嚟煮麵食添。呢種轉變有啲出乎金利意料之外。喂，你今日做咩啊？冇，我收到個妹妹封信。阿蓮有信嚟啊？係啊，我諗我哋有轉機啦。不過你要明白呢件事至好。佢封信講咩啊？佢話有隻大漁船需要人手啊。我阿叔話，如果我想做嘅話，即刻可以翻去啊。呢隻船係十分現代化嘅漁船嚟，而且人工好高。唔好啊！你聽我講啦，金利，呢個係好機會嚟嘅。目前建築業正在鬧不景，你都知道噶啦。過去幾個月幾難揾到工作，日日都揾唔到嘢做。唔通你想我一啲丈夫氣都冇，一世靠老婆嚟供養食軟飯咩？喂，我哋已經喺漁村度跳出嚟，我哋所有嘅朋友都留喺漁村嗰度，不住咁為生活掙扎，個個都渴望好似我哋一樣，有一日能夠跳出漁村。我哋已經成功，過住啲美好嘅生活。唔通你要我放棄，翻返去漁村做一個漁夫嘅老婆？喂，我唔想。金利，你唔明白喺海洋工作嘅感受，就好似你屬於呢個地球嘅一部分，呢種感受根本就冇辦法喺第二種工作揾得到。金利，我唔能夠靠你養我一世。冇錯，呢種工作係危險，我知。但係如今出海捕魚嘅收入比以前大大提高。危險？嗱，呢句說話係你自己講出嚟。你記得上次林伯嘅漁船返沒嘅情形咩？一共5個人全身葬身喺大海嗰度。你記得佢葬禮嗰種情形？嗰群孤兒寡婦哭哭啼啼，真係慘不忍睹。仲有你嘅爸爸，一生人喺海底嗰度揾食，到頭來呼吸器官嗰度患種種嘅毛病，患到肺積水。你話啦，你話係咪危險咩？唔知係危險，而家仲係自殺添。金利，而家一切已經唔同啦，漁船嘅設備先進得好多，安全得好多。唔同？有乜嘢唔同？唯一唔同嘅就係我哋離開冇眼見啊！金利，你聽我講。唔聽啊！金利走咗出嚟，佢走到出海灘，佢要等自己冷靜過嚟。佢實在冇辦法相信阿偉向佢提出嘅要求，呢個實在太過分。佢喺海灘嗰度行咗好耐，睇到海鷗喺波浪嗰度飛翔，浪花一個接一個打喺岩石上面。四周圍嘅環境，除咗海鷗聲同埋波浪聲，就一片寧靜。但係金利就冇辦法了解阿偉心目中所想嘅一切。阿偉，我翻嚟啦！喂，咦，點解唔見人嘅？哎呀，點解打開個衣櫃，摸晒啲衣服走，仲留張字條喺度？金利，我知你永遠也不會諒解，但我仍然要走。求你原諒我不辭而別，我不能無所事事，浪費我的日子。你知我會到哪兒去？永遠愛你的偉。剛才一節梁宋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《漁村女》第6集經已播送完畢，再會。
漁村女第7集。金利從來冇想過徐偉會離開佢，而金利肯定呢啲完全係徐偉嘅錯。冇錯，佢失業，但係佢哋生活可以靠金利收入嚟維持。夫婦應該係共同甘苦。如果認為咁樣只靠妻子生活就冇丈夫氣概嘅話，佢就太過短見。何況金利一直討厭漁村嘅生活，點解阿偉夾硬要佢放棄呢處嘅一切，去接收佢一直都討厭嘅嘢？呢啲分明係阿偉嘅自私啫。唔理阿金利點樣努力，佢始終冇辦法忍受孤獨嘅生活。當佢下班之後，拖住疲乏嘅身體返到屋企，冇一個人同佢開解，冇一個人關心佢呢一日嘅工作。到咗夜晚，佢更加冇辦法忍受一個人孤零零咁瞓喺張大床上面。金利想念阿偉，佢從來唔知道冇咗阿偉，佢嘅日子係幾咁難過。每一晚佢都守住電話旁邊，希望阿偉最低限度都俾佢一個電話。但係2個星期過咗，都冇半點消息。最後，終於個電話就來臨。喂，你係咪啊？你點啊？我講俾你聽啊，金利，我揾到工作啦，我入息好好。我話俾你聽咧，我翻咗嚟之後，實質好好。同我一齊工作嗰班人正在計劃改進唔少捕魚嘅設備。我哋仲計劃。好啦好啦，講啲關於你嘅事俾我聽。你而家喺邊度啊？我而家揾到一間屋，唔錯噶。呢間屋雖然係細，但係新起噶，可以望到海濱。門口仲有棵大樹添，你一定歡喜嘅，金利。咁你阿媽見到你點樣啊？佢高唔高興啊？仲有你阿爸點啊？當然係高興啦。我阿媽擔心你啊，我阿爸仍然病緊，但佢學會咗一種新嘅呼吸方法，對於佢似乎有啲幫助。我哋希望佢嘅體力日漸增強就好啦。咁就好啦。金利啊，我想話俾你聽，我希望你能夠翻嚟我身邊。我獨自一個人喺屋企度好難受嘅。喂，我何嘗唔係一樣？但係我唔能夠翻嚟，你知道呢，我實在唔想翻去。最後金利忍住眼淚，當佢哋收咗線嘅時候，金利好傷心。阿偉嘅固執，佢要用自己嘅方法去揾生活。佢仲希望金利能夠了解佢。以後1個星期，金利成個人瘦晒，因為佢冇胃口食嘢。佢內心想住阿偉同佢之間嘅悲劇。上班嘅時候精神唔集中，吹髮嘅時候仲將顧客嘅耳仔整傷咗添。金利啊，你到底做乜嘢啊？咁唔集中啊！整傷嗰啲顧客，我唔再容忍你噶啦。老闆，你想開除我啊？我唔係開除你，我放你大假啦。你係一個好好嘅職員，我唔想失去你。嗱，你放完假翻嚟，你又俾心機做嘢啦，吓？哦。金利翻到屋企，求其食啲嘢，然後開咗個電視。佢不停為自己難過，根本就冇留意電視做乜嘢節目。忽然間聽聞新聞報告話，各位，你哋而家喺熒光幕睇到嘅就係西灣漁港嘅現場啦。而家現場一片愁雲慘霧，呢一宗慘劇就發生喺今日中午時分。有艘載咗為數30名嘅漁民漁船喺護航嘅時候，因為遇上大霧，而喺西灣漁港200碼以外一個暗灘嗰度觸礁沉沒。咁船上嘅漁民即刻就被個巨浪捲咗去。雖然船身下沉嘅時候，船主即刻就拍出求救嘅信號，拯救隊亦都即刻出發。但係由於現場嘅天氣過於惡劣，拯救嘅工作係好難展開嘅。而家目下拯救人員仍然都喺現場嗰度繼續打撈失蹤嗰30漁魂。究竟打撈結果點樣呢？請你哋繼續留意本台嘅新聞報導呢。吓，西灣漁港嗰船唔係我同阿偉嘅家鄉，阿偉會唔會喺嗰隻漁船上面啊？剛才一節梁素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漁村女》第7集經已播送完畢，再會。
火情花之漁村女》第8集大結局。金利睇到電視新聞報告話有一艘漁船沉沒嘅慘劇，佢擔心阿徐偉喺船上，佢非常之焦急，坐又唔係，企又唔係，唔知如何是好。終於喺沉寂之中，電話響起嚟啦。喂，啊，你係咪啊？金利，係我啊。啊，咁你謝天謝地啦，好彩你冇事啫，擔心死我。但係始終係一個壞消息，金利，你個爸爸吓？我爸爸？金利，你唔好難過。仲有邊個添啊？仲有冇其他人喺船上啊？仲有我叔父阿連家祖同埋阿麗嘅丈夫，本來佢打算出埋呢次海就唔再做，點知喂，我即刻翻嚟，我馬上翻嚟，我一定要翻嚟。好咧，我喺車站等你啦。咁你就坐咗最後嘅一班公共車翻去。阿偉喺車站嗰度等佢，見到佢非常之疲倦憔悴，佢哋攬埋一起，大家流起眼淚嚟。喺漁港碼頭，咁你仲睇到好多相熟嘅面孔，佢哋讓開條路俾佢行到佢媽媽面前。佢媽媽好冷靜，輕輕拍下佢膊頭。佢哋大家默默互相安慰，睇到佢嘅朋友同佢哋家人喺悲愁之中，大家仍然互相鼓舞，令到金利非常之感動。阿偉嘅阿嬸雖然佢丈夫生死未卜，但係仍然佢喺度安慰新婚冇幾耐嗰阿麗。而阿金利嘅媽媽雖然知道可能同佢爸爸永別，但係仍然感謝上天冇安排佢兩個仔上船。而阿蓮一直喺度湊緊佢3個仔，佢始終都冇呼天搶地責問呢一宗慘劇因何發生。喺微風細雨之下，金利同阿偉兩個人擔住一把遮，企咗喺度，直至到黑夜漸漸降臨，打撈嘅工作然後至被迫停頓落嚟。每個人都知道船上嘅人係冇生還嘅希望。喺警方呼籲之下，呢群人群然後至默然散去。阿偉陪阿金利翻到間屋，最後佢哋終於面對面，將多日來嘅心事互相傾吐出嚟。好啦，爺，我哋唔好再傾，留翻第日至講。唔係咪？我認為應該係我講說話嘅時候。喺上個星期，喺呢件事未發生之前，喺我心目中，除咗物質同享受，我認為冇任何嘅嘢可以重要不過。但係經過今日呢件事發生，令到我懂得唔少嘅嘢。我諗我所講嘅就係我要翻嚟。金利，我哋嘅情緒仲未穩定，我失去咗我阿叔同埋我妹夫，而你失去你爸爸。我唔想用呢件事嚟束縛你嘅感情，將來或者你要後悔。唔係，我唔會後悔嘅。啊，金利，你終於肯翻到嚟我身邊，咁咪實在太好。喂，以以後你去邊度，我都跟住你邊度；你喺邊度住，我就跟到你邊度住。咁你唔怕我出海攞魚呢種生活太過危險？我知道呢種生活係唔容易過，每日都喺度擔心住，好似其他漁民嘅家眷一樣。不過因為有咗你，我嘅生活就覺得有意思。金利，我亦都係一樣。剛才一節梁宋峰編演嘅《愛果情花之二村里》第8集大結局，經已全部播送完畢。再見。